好，各位你哋好，我係香港復康會息健中心註冊護士黃姑娘。今日咧，我哋咧都會有一個題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就係關於認識婦女小便失禁啦。咁其實失禁係一個乜嘢嘅定義呢？嗱，小便失禁咧，其實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冇辦法用我哋自己嘅神經系統嘅意志去控制我哋嘅排尿，所以引致個尿液咧係不由自主咁樣去流出嘅。咁當出現以上嘅情況時間咧，其實咧如果有一個不適當嘅處理小便失禁嘅情況出現咧，係會引致一啲後果嘅。個後果包括喺生理上邊、心理上邊都會有啲問題嘅。咁喺講一講我哋喺生理上邊先可能咧個婦女咧會出現一啲尿疹啊、皮膚破損或者係一啲褥瘡嘅情況。而喺心理方面，由於呢個小便失禁，佢會令自己覺得好焦慮啦，或者係覺得失去咗一個控制，或者覺得自己亦都好冇安全感啦，感到自己好似好冇用同埋啲挫敗感，直接亦都影響到佢可能咧嘅社交活動，減少同佢啲朋友啊、親友咧嘅見面嘅。咁其實總結返一個唔妥善處理嘅後果，包括會影響到我哋健康問題同埋情緒問題，失去咗喺生活上邊嘅情趣，甚至會影響到我哋同人嘅關係或者自我形象亦都降低。咁當我哋出現小便失禁嘅情況嘅時間咧，其實有幾種唔同嘅種類同埋原因嘅。首先係包括一個嘅壓力性嘅小便失禁壓力性嘅小便失禁係包括咧我哋可能係分娩受損啦、骨盆底肌肉鬆弛或者係肥胖嘅。咁另外一種咧就叫急性嘅小便失禁，個原因主要就係話我哋膀胱嘅肌肉過敏啦、尿道感染啦症狀主要就係話我哋忍唔到尿啦個小便不由自主咁樣去流出。咁另外有啲藥物亦都會影響到呢種情況嘅。包括另外一啲神經系統嘅疾病，例如中風啊、老人痴呆症或者一啲泌尿神經系統嘅疾病。小便失禁其實我哋點樣處理去治療呢？首先我哋咧喺心理方面，我哋一定要處理咗先，就係咧病人需要咧去積極嘅態度採取一啲行動啦，千祈唔好逃避呢個問題，將個問題話俾醫生聽。咁而己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要需要一啲輔助嘅用具添。咁另外第二方面就要負面情緒方面咧，就要好好咁處理啦。咁應該咧照常去保持翻社交活動啦，做翻適量嘅運動，同埋多啲向朋友傾訴，改善喺失禁過程裏邊自己過分擔心同埋嘅憂慮。小便失禁我哋咧其實嘅治療方法有啲乜嘢咧？咁第一樣就係叫骨盆底肌肉訓練。呢個骨盆底肌肉訓練咧，其實唔可能過急嘅，我哋需要一個長期時間嘅訓練，同埋咧係比較長期時間去做強化翻我哋個骨盆底肌肉咧，可以減少失禁嘅情況。咁另外藥物嘅治療同埋手術嘅治療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治療嘅方案嚟嘅。咁點樣我哋日常可以預防到同埋改善到我哋嘅小便失禁呢？包括咧，我哋日常要攝取足夠嘅水分啦，保持適當嘅體重啦，或者改善我哋嘅便秘啦，食多啲高纖維嘅食物啦。家居方面亦都需要改善嘅例如衣服方面啦，我哋要着啲簡單啲嘅棉質衣服啦，橡筋帶嘅衣服啦，魔術貼嘅衣服啦。或者我哋需要用一啲輔助器，例如一啲男性用嘅尿壺女性用嘅尿壺，或者係一啲尿兜。咁另外咧，亦都如果對一啲老人家嚟講，咁如果佢經常性夜晚黑有小便失禁，更加可能需要一啲便椅添。咁另外成人尿片啦咁我哋咧如果真係失禁比較嚴重嘅話咧，其實咧可能都需要一啲用一啲尿片，亦都咧需要一啲失禁嘅護理。咁另外床墊方面啦，用一啲可以防水嘅床墊。我哋咧總結翻呢個小便失禁嘅問題咧，如果任何婦女發現有小便失禁嘅問題咧，應該
及早咧向醫生積極咁樣去查詢啦、面對啦、處理啦，作出一個適當嘅治療同埋預防嘅。好多謝大家。